来看内政部举办移民官的专业训练，今仔日是结婚的典礼。这名学员接受训练，要掠老婆移工，所以这体能是一点都袂当凊彩。因为未来开放移工是趋势，移民官也着会晓讲东南亚的话，做伙守护边境的安全。 无语拄到浪江的移工要甲逮捕，所向拒捕，需要进行紧急压制状况。移民官的专业训练真实战，除了逮捕术者的训练，体能的训练嘛袂当凊彩。这是民事移民官的学员训练状况。45个学员是对去年考移民官9000人内面，红选出来真厉害的角色。经过上长一年的训练，17是总算结业，考过驾照，所以渐渐的觉得自己好像。 其实是很喜欢国境这个单位，长官跟我的同事的支持鼓励下，我才开始就是慢慢准备考试。参加的学员是拢真厉害，对越南语、英语这语言拢有专长。亲像越南文组的学员陈卡怡，捌伫通机场第一线证照的考验6年，佮查到假的变造护照。另外，印尼文组的学员江碧庆，捌伫航空业侨委会服务，因为真介意移民官的工课，决定要转换跑道。那我本身就是除了英文的专长跟我报考的印尼文之外，我自己之前也曾经在韩国交换过1年，所以我精通韩文。在未来，各位在第一线执勤的时候所获取的经验，还有从我们各位学长姐身上所去学习到的，甚至是未来进一步的科甄的能力，我想都是需要大家进一步来加强。 这批完成结婚的移民官，未来会做科员和助理员这工课。内政部长林佑昌嘛，希望这批厉害的新人会当继续打拼，比作守护国境安全最佳守门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